每年嘅4月15日係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。今年學聯繼續製作國家安全系列影片，為同學同埋市民宣傳國家安全嘅重要性。由今日起，一連7個星期二將會喺學聯社交平台帳號推出共7個主題嘅國家安全影片，各位密切留意啦！回望過去，澳門曾經被葡萄牙統治，歷史嘅車輪滾滾向前。1999年12月20號，澳門回到咗國家嘅懷抱。嗰一刻，5星紅旗同埋澳門特別行政區區旗喺澳門上空高高飄揚，宣告住一個新時代嘅到來。而今日我哋要講嘅係每一位中國人息息相關嘅國安法。試諗下，國家安全就係我哋呢一座美麗城市嘅堅固城牆，保護住我哋唔受到外來嘅侵害。國安法就係呢一座城牆嘅守護者，佢確保住我哋國家嘅政權穩定、主權完整、人民安居樂業。為咗維護國家安全，2015年7月1號，我國正式通過並且實施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》。國安法為國家安全工作提供咗紮實嘅法律基礎，令到國家能夠喺面臨各種安全危機嘅時候有法可依、有據可查。同時，佢都規範咗國家安全工作嘅組織同埋實施，確保咗各個部門能夠各司其職、各負其責，共同維護國家嘅安全穩定。政治安全涉及國家主權、政權、制度同埋意識形態嘅穩固，佢係一個國家最根本嘅需求，關係到國家嘅長治久安同埋民族復興。冇咗政治安全嘅保障，其他領域嘅國家安全就無從談起。國土安全係國家之基，佢涵蓋咗領土、自然資源、基礎設施等等嘅要素。核心就係指領土完整、國家統一、邊疆邊境、海洋權益等等唔受侵犯或者係受到威脅嘅狀態。國土安全唔單止關係到國家嘅生存同埋發展，更加係直接關係到我哋嘅安全感同埋幸福感。國安法唔單單只係一部法律嘅條文，佢更加就係好似一位智慧而嚴厲嘅長者，時刻咁樣提醒住我哋要警惕嗰啲可能危害到國家安全嘅行為，比如泄露國家機密、勾結外國勢力、破壞國家穩定，呢啲都係國安法唔容許嘅。但國安法都唔係冷冰冰嘅規矩，佢會懲治少數犯法嘅人，保護大多數嘅市民，維持社會治安。佢充滿住溫度同埋關懷，保護住我哋每一個人嘅權益同埋自由，令到我哋可以喺安全嘅環境中學習、工作同埋生活。